大家好，我是陈丽君，今天饰演的是新龙门客栈的贾婷。我先去试音啊，这是贾婷的话筒，这是东厂厂工的令牌，这是我的其中一个道具大理寺的公文，这就是我的扇子啦。这样乖吗？我这个人物就是有点痞。我觉得这下可以再快一点点，那一下就是能不能我只是打，因为等到推过来的话，这下就晚了。我们这个是基本上的流程，在演出之前都会把一些需要磨合的片段都走一遍。迎风光，我感觉伴奏太轻了点儿。观世神已无量，一别家里更一遭，女妻惨自谁眼底。下一步我们是包头，这是吊眉。换一下衣服。我已经装扮好啦，马上就要上场了，拜拜。小红书